全台湾有2万外间畜牧场是超过1亿只的动物，也毋过动物社会研究会是指出讲，独立照顾的兽医无到500个，因统计至少有1000万只着伤破病的动物拢无受到治疗，所以嘛呼吁农委会应该个爱重视来定出相关的规定。 牛仔囝倒伫涂骹，阁有4滴放水流，画面拢是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翕的，因发现真侪家禽、家畜因为破病，落尾敢若会当等死。牧场主人把很多还有奄奄一息的鸡鸭鹅就丢在一旁，然后让他们等死，那这造成非常严重的人畜共同传染疾病散播的可能性。 养饲者的不当处理，原因嘛出伫全台湾有2万场的畜牧场，同步处理的兽医也是特约兽医，数无500人。同时嘛指出，全台养饲超过1亿的经济动物，估计有成千万只，因为养饲者毋愿杀生，也是欠缺执行经验，无法度人道处理。呼吁政府爱制定农场伤病动物的人道处理规范。我们应该还是要导进监视的方式。那在鼓励上，赶快我们会来编列相关的预算，来去做一些设施设备的一个补助跟改善，跟订定相关在畜牧场内的伤病动物的一个人道处理的规范或者是一个准则。 农委会是表示，未来会制定畜牧场人道死亡作业的指引，嘛会将人道假死列做饲猪100亿基金的补助标准，让畜牧业者通好遵循。记者电话李小凯台北采访报道。